各位同學，大家好啊！等我嚟解答一下呢2025年第33題嘅選擇題啊。在下邊嘅核反應中，核素 x 和 y 呢於合適嘅條件之下聚變成呢核素 Z 嘅，並釋出呢7.16個 MeV 嘅能量。問你啦，x 和 y 嘅總質量呢較 Z 嘅質量呢係點呢？咁樣。咁我哋呢題相當之簡單啦。由於佢會釋出7.16個 MeV，咁即係話呢，除翻931嘅話呢，其實就會得到呢0.00769個 U 嘅，OK，除翻等於0.00769個 U 嘅。咁呢一個 U 呢，其實就係代表佢嘅質量啦。咁即係話呢，佢會放咗咁多嘅質量出嚟喎，咁樣。咁當然就係呢兩者嘅加埋嘅總質量。OK， 係等於呢一個 set 再加放出嚟嘅總質量，咁呢兩邊呢先至會係 balance 啦。咁所以呢一度呢係多咗出嚟嘅。OK， 應該係多咗出嚟嘅。咁所以呢，我哋呢一個嘅總數 OK， 我哋當佢 M1啦。呢一個我哋當佢叫做二 set 叫做 M2啊。好明顯係 M1 減 M2呢，係會等同於佢放出嚟嘅能量多咗嘅數值啦，所以答案就會係 D。呢一年呢揀 D 嘅同學仔呢，總共都多嘅，有72% 嘅人揀啱嘅。好，希望呢你需要睇呢條片嘅時候，可能你唔識得呢個概念喎。咁啊，同學仔希望你記得啦，同學仔加油啊！拜拜。